你覺得喺香港同埋喺英國識人呢，或者同佢哋做朋友咧，有冇啲咩唔同，或者可能有冇啲意見俾到可能香港過英國嘅人呢，係容易啲識到新嘅朋友呢？睇下你想識翻本地人定係香港人。其實我覺得無論識任何朋友都好啦，咩國家嘅人都好啦，即真誠好緊要啦，禮貌都好緊要啦。我諗係認識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嘅，同埋啲人成日都會話英國香港人冇秘密啦。咁即係當然係咪真事就有待商榷啦。呢一個 point 即係呢一個説法咁樣，但係即係都要識得保護自己咯。最緊要就係真誠啦、有禮貌啦，同埋識得保護自己咁樣咯。算係同聲同氣啦，喺同一個 background 度過嚟都好啦。我覺得可能就會鬆懈咗嗰種人同人之間可能有某啲距離啊，或者一啲戒備心啊咁樣。其實呢啲都係需要注意嘅位咯，因為我有時候都見到我啲 friend 都會話，可能佢哋喺留學嘅過程當中識到啲朋友，但係原來佢係借自己過橋嘅，或者係其實純粹係做完個 project。之後就各散東西㗎啦，但係自己其實俾咗真心落去，但係都嗰個人最後尾都係離開咗嗰個圈子咯，疏遠佢。可以咁樣講，係啊，所以就呢樣嘢係有啲心噏嘅，但係人同人之間就係總係會有呢啲時候咯。